事，着家己来写一首一首的歌，予我唱予你听。囡仔这内面拢有写，爱友好爸母，做一个善良的人。心爱的，有一个故事想要讲予你听，爱用什么方法来予你知影？所以我甲伊画作图，写做一首诗，希望会当陪伴你。每一个暗暝，阿嬷讲予孙仔听，孙仔到传予因囝。有真多故事充满伫这个城市，一篇一篇的梦，变成一出电影。用简单的字，讲大大的道理。咱的故事，着家己来写一首一首的歌，予我唱予你听。囡仔这内面拢有写，爱友好爸母，做一个善良的人。咱的故事，着家己来写一首一首的歌，予我唱予你听。囡仔这内面拢有写，爱友好爸。